大家好，又係我一鏡自由旅居生活。如果鍾意我呢條片，請留言、點讚、訂閱同埋分享。依家排緊隊，準備上船出發。呢個小島鄰近芭提雅，同好多熱門嘅旅遊海島好唔同。遊客多數都係泰國嘅本地人，旅行團好少會嚟呢度，一啲都唔商業化。成個地方非常寧靜，片入邊有好多實用嘅資訊同埋出行資料，不妨將呢條片睇到尾啊！今日嚟到泰國春武里府嘅西昌島，想上島玩嘅話，要先去士拉差嘅高樂碼頭搭渡輪，單程船飛每位60泰銖，船程大概40分鐘左右。船慢慢離開咗碼頭，海面嘅視野越嚟越遼闊。航道上邊不時會見到大大小小嘅大型貨輪出入。皆因附近就係林查班港口，呢度係泰國好重要嘅海運樞紐。船行咗大約40分鐘左右，終於嚟到西昌島嘅泊運碼頭。而家準備落船上岸。一上到岸，見到好多電單車同埋嘟嘟車司機喺度等緊落船嘅客。呢個島面積唔算好大，周圍遊覽嘅選擇其實都幾豐富。碼頭附近亦都有啲鋪頭可以租電單車，電單車嘅租金一日大概250至300泰銖左右。如果唔想揸車，搭嘟嘟車短程去酒店，收費都係大約100泰銖左右。如果坐電單車就更加平，大概50泰銖左右就可以。大家亦都可以考慮包一架嘟嘟車環島遊，正常價錢大約係500至600泰銖左右，視乎遊覽嘅時間同埋景點嘅數量。無論短途或者包車，最好就同司機講好價錢先行，費事最後有爭執啦。沿住碼頭一直行，啱啱有個電單車司機經過，大家傾好價錢，我就搭咗佢架車去我之前訂嘅酒店。島上面嘅路比較彎同埋多起伏，沿途都有一啲咖啡室、餐廳同埋士多咁。
西昌島其實大有來頭，曾經係拉瑪五世皇室嘅避暑勝地。島上面而家仲保留緊舊嘅皇宮遺址，同芭提雅呢啲熱門嘅旅遊區好唔同。呢度冇大型商場，亦都唔會周圍都係遊客，成個島嘅生活節奏都放得好慢，好適合靜心咁慢慢感受。經過一段唔算太長嘅車程之後，終於嚟到我訂嘅酒店。落車睇下周圍嘅環境，好靜，好舒服。呢間酒店我覺得最大嘅賣點就係企喺房門口就已經可以睇到一覽無遺嘅海景。門口仲有台凳，你可以買一啲嘢坐喺度，就已經可以睇海睇一個下午。房間呢就比較普通，但係屬於乾淨企理嗰種。當你行出門口，你就會見到一望無際嘅海景。休息咗一陣，我沿路行返落去買船飛嘅主碼頭，順便同大家分享一個重點。我落船嘅碼頭係一個臨時停泊碼頭，唔係買回程船飛嘅地方。大家想買回程船飛，千祈唔好揾錯地方。記住，一間 7-Eleven， 你沿住 7-Eleven 行入去就係主碼頭。回程船飛唔需要喺網上預訂，直接去售票攤現場買就得啦。價錢都係60泰銖。如果唔係留宿，大家要記住留意渡輪嘅班次。呢度大概係1個鐘頭開一班，一定要睇下尾班船嘅時間，唔係玩得太耐，遲到咗、錯過咗，咁就麻煩啦。如果有人打算長時間喺西昌島旅居，
就要留意下島上嘅物資選擇有限，需要定期坐船返士拉差市區買一啲日用品啦。離開主碼頭之後，時間都差唔多黃昏，先周圍揾下食啲嘢先。食飽飯，周圍行下，沿路見到呢間小酒吧。呢間酒吧主要係賣雞尾酒，環境都好舒服，老闆人幾好，最後仲表演一下調酒技巧畀我睇。今集主要係介紹西昌島嘅登島交通同埋呢個小酒吧嘅體驗。如果大家想揾一個短途可以到達，又可以遠離遊客嘅寧靜小島，西昌島絕對係你可以考慮嘅名單之一。今集就講到呢度。如果大家喜歡我呢條片，請記得留言、點讚、訂閱同埋分享。我哋下次見，拜拜。